这个创作啊，有时候也很怪，灵感来了，你做出来的雕塑，它就有自己的特点，不要跟人家一样了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传统题材呢，要赋予它现代理念。钟馗呢，大家是带他寄予希望，把那个鬼啊做掉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再往前跨一步，社会上没有鬼了，没有鬼了，那么钟馗又下岗了，那干什么呢？钟馗没有事了，钟馗在留鸟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呢，很努力，把全身的精力统统用上去了，努力看到什么，摸到什么，是个未知数。人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到现在活到现在还在不满意，还在有所追求。哪怕你画几笔，哪怕你把你几个疙瘩，总归每天有东西留下来。拜壶的人已经成型，现在需要制作那把被人跪拜的壶。壶太小，小的只要一枚拇指大小的泥丸。这可能是本部纪录片拍摄的最小的壶。壶嘴连接处无需滋泥，信手易造，一捏即合。2004年，黄龙山矿区全面停止开采。母亲山安睡了，绿色再次茂密，飞鸟和鱼儿回归家园。人和自然本是一体，跪着的人与他跪拜的壶，本就是黄龙山里同一块泥。